欢迎收听6月21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路得记3章12到18节。路得记3章12到18节，我知你已掌管今天。我们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加拉太书3章24节。这样，法律成为我们的监护人，指引我们归向基督，目的是要使我们因信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你相信吗？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就好像我们的监护人，要指引我们一个方向，是要进入到耶稣基督拯救到底的福音里。目的是要使我们因着相信，因着遵行，我们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活出那个让上帝来掌权的生命。在2022年的这几天，发生了一件很棒、很让人热血沸腾的事，就是今年 NBA 总冠军赛的冠军出炉了。金州勇士队以4-2战胜了波士顿塞尔提克队，而当家球星 Stephen Curry 他拿下他生涯首座的 Final MVP。但你知道他过去的3年，如同这个全球的疫情转折不断，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如何。金州勇士队特别在这3年当中，面对到球员受伤，连 Curry 他本人都受伤，遇到许多明星球员因着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风波起伏不断，有一些球员退队，甚至有些球员被交易，让这个球队似乎陷入在极大的低潮跟挑战当中，甚至连本季要出赛的时候都不被人看好，但是却拿下了4-2的赛绩，战胜，成为冠军。而在被访问的时候，这个冠军赛打完， Curry 被访问的时候，我们想他会怎么说呢？他在这个过程说，我过去每天都感谢上帝，让我跟这么棒的人打最高等级的篮球。在这样的情况中，他仍然诉说感恩，而且是诉说他过去每一天都感谢上帝的恩典。人不该觉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成功能持续多久。这是 Curry 所说的。是啊，当我们来想，不用到明天啊，即使面对今天，都只有上帝有把握。而我们呢，只能在我们知道的事情上、方向上、想法上来努力。然而那许多我们不明白的，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能怎么做呢？是我们要相信上帝已经全然掌权。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当人努力了、愿意了、顺服了、想尽办法了，波阿斯跟路得在昨天的经文好像让我们看见，哇，有一件美好事情将要发生。但是来到今天的经文，却立刻出现了一个转折。原来在律法上面，还有一个比波阿斯离拿俄美、路得更近的亲属。以当时来说，若是他们想要替他们的亲族来娶过他们的妻子，来为他们留下财产，为他们这些男性留下那些他们的名字的时候，是有这个先后顺序的。按着这个律法来讲，是要按律法来遵行的。然而波阿斯在这里并没有用计谋，或是用各样的方式，或者路得他没有用他自己的小聪明，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甚至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拿俄美他自己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很能想到方法的人。然而他在波阿斯的这个处理当中，他也选择他们要来顺服上帝在律法中的心意。
当我们面对那未知的，当我们面对那不知道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不确定的时候，甚至明天或许就结果出来，反倒让人好像遇见了那个失败，就好像 NBA 的这金州勇士队在过去3年，他们面对那3年中的每一天，好像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个负面的，那个困难的，好像还没过去。然而就像这首歌所说的，我知谁掌管明天，许多事明天要临到，许多事难以明白，但是我知道上帝掌管明天。波阿斯选择让上帝来掌管明天，而路德、拿美他们都愿意相信这位赏赐他们应许丰收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转眼。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领我向前。我知道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当我们愿意相信，我们就在这困难当中来经历上帝的掌权，来经历上帝的给力，来经历上帝他是我们的上帝，他为我们尽上帝的义务，而我们是否愿意将这主权由上帝来掌权？求主帮助我们在各样的境况中来信靠这一位在万事上不会打盹不会休息，为我们负责到底的上帝。我们一起
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是掌管万事万物，更是掌管我们所不知道的每一个时刻的主。主，你却愿意在各样境况中为我这渺小又脆弱的人来负责。即使在那受伤境况中，不论是球星，还是我们每一个在这个世上生活的人，主，你都用你的话语为我们来应许、负责和掌权。恳求主帮助我们，就在这样的境况中，我们愿意由你来为我们尽这上帝的义务，是你掌管引领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让我们知道，主啊，在万事上，我虽不明白，我虽然不知道，我虽然可能会遭遇到困难，但是主，你掌权到底，你更是拯救我们到底。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来寻求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愿上帝赐福你，在每一个今天，让上帝为你负责和掌权。让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由上帝引领我们走向前，而这前方的道路将有更多精彩，在上帝创造的心意当中的美好，让我们来经历。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